大家好，咁大家睇到呢一條短片嘅時候，好惋惜就係鄧炳恒先生，就係永恆唱片公司嘅創辦人呢，就喺2026年嘅2月15號咧係離世嘅。其實講到話鄧生咧同夏妙然呢，就係一個非常之耐嘅一個交情啦，亦都係我嘅一位前輩。因為當年呢，我係參加港台嘅全港18區業餘歌唱比賽，得到英文獨唱組嘅冠軍之後呢，咁就鄧生呢就係聯絡我啦，就加入咗永恆唱片公司。咁當年呢，就同我推出咗限量版嘅雙唱片，就係唱家班畫中的你嘅。嗱，呢張唱片裏面呢，有3首歌呢，就係我自己填詞啦，咁而其中我有2首呢，就係作埋曲嘅。咁啊，一首咧就係畫中的你啦，咁啊亦都好開心，呢隻歌都係曾經係入過流行榜嘅。咁啊，曲詞都係我自己本人啦。咁另外咧，我亦都係有改編到日本嘅岩崎宏美啦，係填上歌詞啦，就係成為當時候一首叫做永沒有盡頭。咁另外一隻叫心影咧，就係我自己作曲作詞嘅。咁另外鄭國江老師咧，真係我同佢好有緣分啦。咁啊，小學時候咧，佢係我嘅美術老師。咁到我第一張唱片嘅時候咧，鄭國江老師咧就係有幫我填3首歌嘅喎。一首咧就係中島美雪嘅歌，鄭國江老師填詞，叫做失去就失去。一首咧就係改編自松田聖子嘅歌啦，咁啊鄭國江老師填詞，叫做親吻我的臉。另外一首咧就係鄭國江老師填詞嘅歌名叫做只因喜歡你，就係吳志強先生作曲嘅。嗱，整張唱片咧都係鄧炳恒先生做監製啦，咁亦都多謝佢接納我可以建議用咁多嘅日本嘅歌曲啦，改編成為咧一啲本地嘅廣東歌，咁亦都我可以嘗試做呢個創作歌手嘅機會啦。咁我最後見鄧生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5-6年前啦，咁亦都係當時候呢一個機會啦，喺佢住嘅附近嘅地方啦，咁我哋影一張相片，咁收縮咗佢啦，其實精神都算幾好嘅。鄧生俾我感覺咧，其實一路以嚟都係一位和藹可親嘅長輩啊。其實佢一路講嘢咧都係好斯文啦，同埋好誠懇啦，同埋後來咧我見到佢又做咗好多咧喺唱片界嘅有好多貢獻嘅工作啦，譬如有好多屬會嘅一啲無論係委員啊或者係主席啊等等啦。咁所以話對於香港嘅廣東樂壇呢，其實鄧炳恒先生係一位非常之舉足輕重嘅影響力好高嘅人物嚟㗎。喺2026年嘅2月15號咧，佢就以享年89歲離開咗我哋。佢做過嘅所有嘢都會永遠存在喺香港嘅樂壇裏面。再一次多謝鄧炳恒先生對我哋香港廣東歌曲嘅貢獻。希望你可以安息啦，同埋希望鄧太同埋家人都可以節哀順變。我哋永遠懷念你，鄧炳恒先生。